仁德去安嘛兜？有，敢会？仁德到地看安公，责备几若人，就行咧讲，安公啊，我来。大家学落伊真乖。行累了，仁德问，安嘛居伫倒落，就带我去看。安嘛讲，着带先食糜，食饱我就带你去看。食了人客来，安嘛无闲，仁德直直吵爱看牛猪鸡，直直揪安嘛的手。安嘛讲，你家己去，我缀要来。仁德就去门口，大声看几若只猪。猪看仁德就出声讲，仁德就笑笑讲，你的名敢是一只母，两只仔囝好。后来就看牛，仁德问，你叫甚物名？牛讲，牛，就进前食仁德手里所有的面包。仁德讲，好，你的名是牛，你真贪心，我的面包甲我食了了。卡廷看细细只羊，仁德屈涂骹问，你叫甚物名？羊讲，马。仁德讲，你的名是马虎，我真疼你。